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你，这是我3点半伫咱 CTBC 侍奉今仔日是我要离开进前伫这所在正道。感谢恁今仔日来到伫中间，甲咱同齐敬拜。当我伫小学的时阵，有一天咧佚佗，拄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我的外公过身。迄个时听到这个消息，拄是黄昏的时阵，我的心情真复杂，因为伫我印象中间，我的外公人非常的慈祥，对我非常的好，所以真毋甘伊离开。拢是看到日落的时阵，我的心得到安慰。我感觉伊对我来讲，就敢若亲像一个美丽的日落，伫消息进前留下黄昏的天空。伫我高中的时阵，有机会读到印度诗人泰戈尔伊所写一首诗，印象非常的深刻。这首诗的第一句话就安尼讲：我家己一个人散步伫田野的路顶，日落的余晖亲像一个守财奴咧收伊最后的黄金。日光消失伫西方，黑暗渐渐爬上空旷孤寂的田野，总是已经收割好的五谷，一堆搁一堆放伫大地顶面。泰戈尔用非常幼嫩的笔来描写日落的景象，也写出咱内心的一寡感触。日落的时阵，互咱感觉孤单，总是日落上一时嘛，蕴藏一种新的愿望，甲一种新的开始。我要甲一群童工伫台南的海边，叫做昆新，伫遐开拓一间教会。这间教会因为离开台湾海峡只有200公尺，所以当阮去做这间教会的时阵，我主张伫教会5楼爱起一个观海台。所以兄弟姊妹聚会了后，也是普通时会通到伫5楼的所在来看海。每一届夕阳西下，黄金色的日头阳光压伫即个水面海面顶悬，迄个时阵会通望到这个大海喊发讲：我要举目来看海，我的帮山对倒落来。我的帮山是对创造天地、创造关山，也创造大海的耶和华来。这间教会，因为我伫迄个所在参与伫开拓，所以有一个特别的感情。讲到日落，咱常常会想到咱少年的时阵所读的一首诗：向远而不涉，驱车登高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这是当朝末期的诗人李尚允，伫伊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伊到伫悬的所在，伫遐要做一项事，就是来看美好的日落。当伊看到美好的日落的时阵，心情加足好，总是伊也非常的感伤。伊讲：夕阳无限好，总是近黄昏，真紧就会消失。这种的感触，嘛是咱心内的感触。真好的物件，美好的事物，常常真短暂。伫咱想袂到的时阵，伊就来离开。圣经也侪解讲到日落，犹太人用日落正做一日的开始。这是对创世纪的记载。讲到上帝创造的时阵，常常有记载讲有暗暝，有早起时，这是头一日。暗暝变倒正做一日的开始，因为黑暗以后的光明，拄是咧讲到一个新的开始，
但犹太人即个传统，互咱得到一个启示：你若拍算，咱常常感受到伊是一个结束，但是事实上，伊是运作一个新的开始。因为这款缘故，所以犹太人非常重视日落。伊讲，伫日落的时阵，你着爱反省家己，也着爱紧紧实践你家己的信仰。申命记内面安尼讲，你若是日落的时阵，说使有人甲你借物件，你摕一个抵押品，就是伫伊的外衫来抵押伫你的所在。当日落要临到的时阵，你着将即个外衫来行医，通好，互伊暗暝要困的时阵，有外衫通盖。那安尼，你就通得到祝福。上主会将即个当作是你的义。若是你有工人替你做工，伊是一个送香的人，伫你落进前，你着将应该伊得到的工钱互伊，因为伊善车，伊是靠即个钱在过活。你若无互伊，伊暗暝就歹困。那安尼，你所做的就是无好。伊甲上帝斗的时阵，你就有罪。这两段经文不只有意思，一个是讲你若做啥物代志，伫日落的时阵，上帝要看做义，总是你一寡代志你无去做，上帝要定你的罪。伫日落的时阵，有足侪代志，咱着紧紧来甲伊完成。特别伫日落的时阵，咱着爱关心遐个真正有需要的人。日落的时阵，尤其咱爱有一个怜悯的心。古早出名的数学家派托格拉斯，伊为着伊家己所设立的学院定一个规则，讲历史的时阵，老师甲学生、学生甲学生会通互相彼此讨论、互相辩论，甚至无好面抢。大家讲甲彼此若是咧争论，甚至常常要相拍，总是爱日子到日落的时阵，恁着爱做一项事，就是爱言归和好，恁着爱握手，恁着爱彼此请安，甚至伫因当初时互动的关系中间，代表彼此互相接纳，恁着爱互相相揽，甚至互相相敬。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，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第4章，也互咱同款的教导。伊也用日落做主题，伊安尼教导咱讲：受气却毋通犯罪，毋通受气到伫日落的时阵，也叫你受气。受气、愤怒，这是咱生活中间无法度去避免的情绪。咱读圣经、读着福音书，咱知。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也几啊届咧受气。当法利赛人硬心，无相信伊，也无有怜悯的心的时阵，咱看见耶稣圣经安尼记载，耶稣用伊受气的目睭，四面看着遮个人。耶稣到伫圣殿，看到这个万国祈祷的殿，应该是圣洁的殿，总是侪侪人伫遐咧做交易，伫咧所在做生意。上是阁有用这种无法的手段伫遐来做生意，耶稣非常的受气，就将一切伫遐做买卖的人将伊赶走，将人的刀甲伊削倒，将人的椅甲伊踢走。耶稣因为受气，伫受气中间来清气圣殿。我即话讲，圣经无甲咱讲，你做基督徒毋通拢无受气。圣经甲咱讲，有诶时阵，你诶受气是对诶。上帝是一个主爱的上帝，上帝嘛是一个公义诶审判者。公义是你看到罪、看到无应该出现诶代志诶时阵，你诶心会受气。神帝诶册一再提醒咱，耶和华诶日，耶和华诶日是一个审判诶日。伫迄一天，上帝要用公义来审判万人。耶稣受气，上帝伫耶和华的日也受气，这是为着公义，为着真理。总是若是咱受气咧，咱的受气，敢真正是出自公义，敢是真正出自真理？做些时阵，咱的受气恐惊毋是出自公义，也毋是出自真理。反倒等咱的受气
是出自咱的骄傲，咱的受气是出自咱的私利，咱的受气是爱咱家己的面子，咱的面子挂袂牢，所以咱就受气。咱的受气可能是咱对着情绪的控制欠缺这种的能力，所以圣经常常提醒咱一项事：人的受气袂通成就上帝的义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希望会通对着无公义的代志、无敬虔的代志，也是教会内底侪侪的人事，咱感觉受气。拢是当咱咧受气的时阵，咱也着倒来反省，咱的受气是毋是真正出自公义，是毋是真正出自真理？上时咱无永远伫出自好动机中间，咱犹原藏一寡怨恨，咱犹原抓一寡咱家己个人的偏见。特别咱毋通因为受气致到伫犯罪，为着反对毋对的代志、反对罪来受气，这是好的。总是若是为着简单要发泄咱的情绪，互咱家己感觉较好势，那安尼有可能咱在受气中间煞会来犯罪。先知约拿的故事，互咱深深会通看到一个对比。这个对比就是上帝存着怜悯的受气，甲着人欠缺怜悯的受气中间的差别。这本短短的册是一个不知深沉的故事。上帝差遣一位先知叫做约拿，伊去警告尼尼微人，爱因悔改。约拿无爱去，总是上帝就爱伊去，落尾伊真正去，伊传悔改的信息，心不甘情不愿，总是传悔改的信息。无拍算，这尼尼微人煞来悔改，上帝赦免伊。上帝有赦免伊，总是约拿无因为伊这的成果来欢喜，伊反倒非常的受气，伊向上帝报怨。伊讲：上帝，你无应该拯救伊，就是我向因传这悔改的消息，你嘛无应该拯救伊。但上帝问伊一个问题：你安尼受气，敢有合理？你安尼受气，敢有合理？约拿的反应非常的强烈，伊讲：我受气是有合理的，因为尼尼微人因捌侵略伫阮的以色列国，因捌杀死阮的同胞，所以因应该袂当得到拯救，伊应该受极大的刑罚。上帝，你着毁灭因。总是上帝，你竟然互因机会通悔改来拯救因，无毁灭因，所以我受气。约拿掠做伊即款的受气，会通改变上帝的心意，来刑罚尼尼微人。迄个时天气非常炎热，但约拿为着家己搭一个寮仔，伊坐伫即个寮仔荫下，然后要看即个城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。上帝安排一丛的蓖麻树，互伊一暝中间成长大丛。伊的树叶非常的大，大过约拿。这个树叶的阴影掠走伊的头，所以互约拿伊无受到力拍这款的艰苦。约拿因为这个蓖麻树会当互伊炸日，所以就心内欢喜。伊伫树荫下面远远地看尼尼微城，伊心内有一个希望，希望上帝的审判毁灭紧紧临到这个城。到伫过日的早起时，上帝安排一只虫，绝对毋是庄稼虫啊！伊安排一只虫来咬这丛蓖麻树，对到这个蓖麻树高大，树叶拢高大，然后炎热的东风吹伫伊的面，日头晒伫伊的头，所以互伊感觉头昏昏、脑顿顿，所以伊就非常的受气。伊受气讲：我死比我搁较好。我死比我搁较好，伊咧向上帝受气。上帝搁一摆问约拿讲：你因为这丛蓖麻树咧受气，安尼敢有合理吗？约拿非常的硬气，伊甲上帝讲：我受气至到伫死，拢是合理。上帝甲伊讲：
这张匹马树，你无为着伊费任何的功夫，伊毋是你无互伊大长，伊一暝成长，一暝大长，总是一暝过来高大。你有缘，因为这张匹马树带互你好处，你着疼惜伊，顾惜伊。那安尼，尼尼微城内面袂当分辨正手甲倒手，遮个囡仔得有12万人，也阁有侪遮个精生动物，我减无疼惜因。用来故事，互咱看去，人的受气往往有理由，总是即个理由有的时阵是非常的自私，也是互家己恶势的心性所绑掉的。咱常常为着一寡咱掠做对的物件，咱耿耿于怀。总是当咱咧受气的时阵，咱袂记即上帝的怜悯，袂记即上帝的慈爱。咱夸口，咱是为着上帝公义咧受气，总是咱袂记即上帝毋也是干那公义，伊有怜悯，伊有疼。亚里士多德捌讲一句话，不止会深刻。伊讲人总是会受气。人也真容易受气，总是要用正确的方法，伫正确的时间，为着正确的原因，用正确的方式来受气，这就非常的困难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咱就爱学习一项事。当咱咧受气的时阵，特别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咧受气，总是当咱受气的时阵，咱就问家己：我安尼受气，敢有合理？我安尼受气，敢真正合伫上帝的公义？我安尼受气，敢有体会上帝的怜悯甲伊的疼惜？我安尼受气，是毋是会去伤害别人？我安尼受气，是毋是互我会去犯罪？如果咱看起罪恶，咱无受气，这是讲咱的心无公义。一个公义的人，的确会为着无好的代志、罪恶的代志来受气。总是，如果咱若是干那一味伫受气中间责备别人，毋望别人紧紧来毁灭，咱却无有人悔改的机会，那安尼咱就欠缺疼甲怜悯。那安尼，咱就是原本为着公义咧受气，这受气，最后也会沦为咱的自义，咱自定家己做义，总是咱无去体会到，也无去真实实践上帝迄个大有怜悯的受气。所以，咱就要警惕咱家己，无下伫公义、疼甲怜悯的受气。有的时阵，伊就亲像一粒毒瘤共款，会伫咱的心内底，伫迄个所在慢慢地大汉。伊咧引诱咱讲出伤害别人的话，伊咧引诱咱做出愚妄的决定。该阮伫受气的时阵，开始家己的兄弟。摩西这个遮有修养的人，伫受气中间讲了朴素的话来得罪上帝。那安尼，咱是毋是也伫受气中间，咱常常伤害别人，甚至得罪上帝？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伊讲受气往往是对愚妄来开始，伊结束就是后悔。当一人受气的时阵，伊的智商剩5岁，检测无够5岁，敢若3岁。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分享，伊会通遮尔成功的秘诀。伊安尼讲：我今仔日会通成功，是因为我遵守一个原则。当我咧受气的时阵，我较莫讲话；当我咧受气的时阵，我较莫做决定的。等这受气过去了后，我才好好来讲话，才好好来做决定。受气的时阵，咱的理智往往有这个负面的情绪所吞噬。所以，真言提醒咱一个要紧的代志：一个人若有见识，伊就无快受气，会通赦免别人的过失的人，这是真做伊的荣耀。圣经教导咱安怎来处理咱的受气。咱所读保罗先生直接甲咱讲，受气却毋通犯罪，毋通到伫日落的时阵还搁咧受气。这毋但是咧提醒咱毋通互受气成做咱犯罪的理由，也提醒咱毋通一直
稳积才会受气，毋通怀着即个受气的情绪在过暗，毋通互即个情绪过一个阴暗，因为当你过一个阴暗的时阵，即个受气的毒瘤会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伫迄个所在咧滋长。你若会通成做一个生成的记号，成做一个提醒，你有受气，即个气应该爱消落。受气是一种疯癫的情绪，咱就必须要学习来控制咱家己受气的情绪。若无即种的情绪，反倒转会控制你的活命，最后会将你来吞噬。圣经安尼甲咱教示，那安尼咱检查会通做一项事，咱会通甲上帝立一个律律之约。每一摆咱看到即个律律的时阵，伊就正做一个生成的记号，提醒咱，即个时阵就是咱放下咱心中遮会无欢喜的代志，甲咱的受气的时刻咯。咱就用微笑来迎接夕阳，咱就用微笑来迎接要来临到宁静的暗暝，咱就用微笑来迎接上帝所永远有盼望的明仔载。如果咱若无清除咱内心这个受气，互伊继续稳藏伫咱内心的时阵，这个受气会成做一个破口。保罗先生讲，你这个受气会互魔鬼有机会。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有一个破口，魔鬼撒旦是一个控告者，伊是一个诽谤者，伊嘛是一个使弄者。伊要利用，若是利用你各种无共款的需要，特别会运用你的受气。伫咱受气的时阵，伊伫咱的心内播下，才会骄傲自义、怨恨这种的种子。这种子，咱若放伫咱内心内底。互伊经过无数的暗暝，伊就伫咱内心伫个所在来成长，最后就来成做一粒毒瘤伫咱的生命内面。愤怒是撒旦的机会，是罪恶的温存。保罗先生通过日落这个美好的大自然的创作，伫遮来提醒咱，千千万万毋通互你的受气成做撒旦毁灭你生命的机会。因为咱原本是着圣神的印记，在听候救赎的日子。可是如果咱若因为受气来犯罪，如果咱若受气一直到伫日落，那安尼咱就是互圣神的担忧。若是担忧，有可能咱去犯罪，直到咱失落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这个诗句原本互人感觉忧伤。所以落尾有其他诗人将这个家做一个小小的改变。伊安尼讲：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必惆怅近黄昏？咱来通得到夕阳无限的好，咱何必着忧愁讲已经到黄昏的时刻啊？夕阳的美好，值得咱好好来欣赏，也好好来珍重。咱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伫咧欣赏日落的时阵。来沉思圣经互咱的教示，来体会上帝怜悯的心肠，也因为安尼，咱会通得到一种生命智慧。传道书这本册，作者所在咧，甲咱讲人生作者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裂风的裂风。原本咱也最好的，到伫落尾，其实是虚空一场。总是伫传道书内面，伊甲咱讲一种的幸福，这种的幸福是一种的生命智慧。伫箴言传道书第5章18节到20节，安尼讲，伊讲上介好人生，就是人伫上帝所赏赐有限的年日内面，会通临接享受你过去努力打拼劳碌所得到的成果，因为这是上帝互你应该得到的份额，上时互你要互你特别的一个稳定。伫咱中间袂少。咱的兄弟姊妹已经是年老，我常常安尼想，到伫年老的时阵，什么叫做幸福？到伫年老的时阵，就是你过去努力打拼所成就这成果。你到伫年老的时阵，你退休了后，你会通好好去享受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份额。这嘛是上帝为着你家庭，互你无有忧愁
会欢喜。如果咱将咱的人生比如一个太阳的日程，那安尼咱少年到青年的时阵，这是日出的阶段；咱壮年的时阵是日正当中，就是到伫咱年老，咱就是日落的阶段。咱的人生若无早死，若无半途拄着无好代志，咱拢会通到伫年老，到伫年老就是日落的阶段。确实，咱 CTBC 有一个长辈，人生已经进入到伫夕阳的阶段。夕阳的阶段，伊会通成做真水的美景，总是夕阳的阶段，伊嘛有真做有可能真做无好的情景。如果讲咱的人生的旅途是日出到日正当中到伫日落，那安尼咱的心灵就敢若亲像一片的天空。夕阳是咱生命中间美好的光辉的时间，若是伫即个时阵，日落的时阵，你咧受气，即个受气就互你即片的天空成做乌云密布。上过济的受气，就亲像乌云的掠早美丽的夕阳，互整个天空暗淡无光。那安尼，敢毋是非常的无彩？伫人生夕阳的阶段，咱就应该放下咱累积所有遮的受气，才会通互咱的生命伫最后的阶段内面发出温柔的光，才会通享受传道师所讲即种的幸福。人生的夕阳，千万毋通互伊乌云密布。愤怒、受气，就是撒旦的机会，要互你的内心成做罪恶的温泉，要互你的内心变作乌云密布。当日落临到的时阵，咱犹原稳重接住，才会受气，才会怨恨，才会诽谤，才一切的恶毒。那安尼，咱的人生行伫介落尾的时阵，原本是应该介水的阶段，总是伊却来成做介无好的阶段。千万毋通互魔鬼有机会趁你到日落的时阵，互你稳重接住，才会受气。就伫你人生适用的阶段，好好放下才会受气，通好互适用的阶段中间，才会受气，无抵到你犯罪，来破坏你人生一切美好。当咱人生最后阶段，你是毋是还阁足侪受气？是毋是当你看到日落的时阵，会通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帮助我，互我会通将这受气放下，因为我要来享受日落的时阵美好的时光。我要甲大家分享一项事，就是我几当前我到伫加拿大温哥华，有一日到伫温哥华有一条河流叫做 Fraser River。伫个时阵，咧欣赏即个 river 时阵，我拄伫夕阳的时间，我看到一个真水的美景，就是我所翕即张的图，这是我翕的，有版权。我也伫即个所翕的相片中间摕一首诗，合印夕阳。我安尼写：落日余晖染红天，飞沙河。成品如镜面，映照晚霞红颜。风不忍吹散，树轻轻微颤，爱美的心低声赞叹。当咱每一摆看到这个美丽的日落，咱就应该对这个上帝所赏赐咱大自然的记号学习一项事：放下你的受气，用美笑来迎接这个夕阳。若有任何这个受气，就对这个日落来消失。这是上帝通过圣经，特别通过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，要教示咱生命这种智慧。深深期待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特别咱的人生已经到伫日落阶段，咱的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就要好好来享受日落的水。也互你的人生最后的阶段，成做一个美丽的风景。同心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
阮捌犯罪，惹你受气。总是你毋是伫受气中间来毁灭阮，因为你有疼甲怜悯。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，成做赎回祭，救赎阮脱离这一罪，互阮的罪得到赦免，佮清阮罪义，引导阮行正常的道路。互阮无活伫你的受气内面，是活伫你的怜悯甲疼内面。爸，阮的上帝，阮也愿你承认，阮常常会受气。有时阵，阮看见无公义的代志，阮得受气；有时阵，阮拄着不如意的代志，阮得受气。当阮受气的时阵，阮也常常去犯罪。长期累积的受气，若是阮身躯变做衰烂，也互阮的内心来变质。求你着怜悯阮，你互阮的话语圣经已经有教导阮，受气毋通抵到犯罪。也毋通受气到伫你倒，求你帮助阮，互即个成做阮生命智慧。每一摆当你倒的时阵，阮的目睭若看起夕阳，互阮会记住即个记号，一个阮会通甲你立约的记号，就是管控阮的情绪的一个记号。因为即个时，你爱阮，将阮藏伫阮内心才会受气来放下。伫你倒的时阵，或者会受气完全来消失，互阮将惹阮受气的代志交托伫主，交托伫上帝你公义的手。阮袂通用阮来成全公义，总是上帝你是公义的，互阮对你有信心，你会照公义行伫阮的中间，也互阮的心通领受你的疼甲怜悯。也甲你的疼甲怜悯有份，毋若是得到你的赦免，也会通赦免迄个得罪阮的人。互阮的心到伫你倒的时阵，无搁再存受气，无搁再有怨恨，无搁再有苦毒，只有相信你的公义所要带来和平，以及你的疼甲怜悯所要带来欢喜。阮特别为着阮中间人生已经行到你倒阶段，兄弟姊妹来祈祷。特别恳求你帮助因对即句话通得到智慧，互因人生适用的阶段，毋是受气的乌云密布，是充满了和平、美丽的彩霞。互因到伫人生适用的阶段，领受上帝你的恩典，也成做上帝美好的见证。奉耶稣名祈祷。我
主。